亲像为行加油，安萨皮哦。牙巴介手机是无体，食材当信息，莫记旧老老摕太散气。喂咧，爱对后咧，唔马甲好世界。三个王组一个咱的这个客家文化这个协会，每一年呢，拢会透过宗教活动来这个，互咱的民众有暂时提醒咱这个客家文化伊的水伊的好吼。咱拢知客家人伫咱中华关23万人，占咱的这个人口数是大概是18%。那咱拢知客家人会使讲哦，这个勤俭打拼认真，那嘛因为呢。染料布料以后，慢慢客家文化慢慢就实践了哈。所以透过安尼这个殊胜的这个宗教活动，那咱三会经的这个庙宇，每年拢会轮流来做罗主。透过因在地去甲咱的这个，包括咱的客家语客家话，包括一寡动态以及静态的展览、展示、展售等等。有唤起咱的少年人，还是讲互咱的长辈更加有法度来了解到咱客家精神，以及咱即马这个文化等等吼。希望讲透过安尼，互咱的这个客家人更有一个归属感，嘛互咱的这个客家文化得以保存。那回去9年以后，就成立了我们跨局处的这个客家咨询委员会，那么并且咱当地包括历史长啦，因的一寡领导者，希望讲透过伊的意见，放到我们的施政方针里面，把咱的客家文化能够充分的发展，能够照顾好我们的客家的这些。就是咱馆长对这个客家文化也会非常的重视。所以今年特别甲咱争取足多经费，甲用足多心，甲咱各基础吼，伊发动讲甲文化处、甲咱民政处吼，特别发动讲尽量甲咱斗帮忙，斗大力甲咱推荐安尼。所以咱而家吼，嘛要非常感谢馆长是咱这个今年这个活动，大力甲咱赞助，大力甲咱斗出来啦，谢谢。